去日本着咩衫好？喺網上面睇 live cam，望下啲人呢一刻點着咪得咯。但係最近轉季溫差大，天氣又可以變得好快，而且日本咁大，氣溫可以差好遠。札幌已經落緊雪，福岡都仲係好暖。喺網上面揾 WNN 服裝預報，就會見到唔同城市今日着咩衫好。撳入去就會見到未來10日嘅天氣預報，將平時冷冰冰嘅數字變做相對應嘅服裝。佢唔係直接轉㗎，而係有考慮埋嗰日嘅天氣。溫差，例如呢2日都係17度，但係早一日好好天，建議着薄冷衫就得。第2日開始多翻啲雲，就都係着翻件厚啲嘅好啲。用埋翻譯功能就睇到詳細解釋。當然，着咩衫夠唔夠暖，每個人實際感受都唔同。而去日本玩又點少得大阪？廢青整咗條片，將你要知嘅景點分門別類，再介紹埋遊客會用到嘅 pass。去日本玩唔使自己做功課，即刻去 YouTube 睇片啦。